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敬拜。宣调，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的。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草场的羊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懊恼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懊恼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请咱来吟圣诗第108首，圣诗第108首。伊来像人海，伊把我像人海，伊是像人海，伊甲我真感谢。你爱的所留下对我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手，伊来像。伊把我像星星，伊是像星星，伊甲我真了解，最深情的错留下对我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手，伊来唱我，伊把我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咱来启用启用文第49篇，以赛亚书第55章。来，喙大的人才有水。善吃人嘛来买来食。来买酒，来买啉，唔免钱，嘛唔免银。恁哪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？哪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米？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享受上好的食米，互恁满足。趁找袂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趁伊困晚的时，就来求叫伊。
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放杀因的计谋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就归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白白赦免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，天比地加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。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较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要润泽土地，互五国富裕大长。要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人有美牛。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，平平安安到厝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子。田野的树木会拍鼓仔欢迎。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，有草市的所在会发射流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要做永久不灭的记号。请咱做伙三甲阿头来祈祷。天父，我要感谢俄罗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刀闪的所在，是阮的溃力，是阮的盾牌，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当阮伫平安的日子，常常看重人甲人的连结。真少甲天父的连结，因此伫即摆疫情当中，恳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，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会当来回转归向伫你，甲主搁较侪的连结，搁较侪的祈祷，来找求主你的心意。伫疫情严重的时阵，阮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会使学习聪明的在识女，备办家己听候新郎，摕着灯，搁备办着油伫器皿内。主耶稣讲：恁着警醒，因为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恁毋知影。阮即时也要为着阮台湾的医生、护士来代祷，恳求天父保守这医生甲护士无受到感染，束缚因的身体、心灵勇壮。阮也要为着确诊者来代祷，恳求亲爱的天父上帝来施恩怜悯医治因。阮也恳求天父上帝。想使互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来处理，会当顺利来买到这个充足的疫苗。阮也要为着即马咧施打疫苗，这个人拢会使得到主的保守平安。伫疫情的期间，阮看见有侪人因为安尼来失去着工作甲收入，经济陷入着困难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也使互政府有智慧来处理，帮助大家会当度过这个经济上的困难。伫这疫情的影响，阮看到有家庭拄着死失，失去着亲人，以及侪失去工作、经济拄着困难的人，恳求圣神。开阮的目睭，互阮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。阮恳求你的圣神也充满灌纳伫阮妇人牧师、正义传道、阮的长老、执事团契首长、区长、组长的服侍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拢会使同心合意来宣扬主你的福音，因带人来归向主。求圣神也帮助。互阮的教会会当正做社区的帮衬，来迎神益民。
愿阮的服侍，愿阮一切所做事工，拢会使来合乎主你的心意，迎神一面。感谢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，祈祷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，阿免。这时，咱来看圣经。圣经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2节到22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到22节。兄弟啊，愿求恁凡若伫恁中间着磨，点伫主伫你恁，警戒恁，恁着捌因。为着因所做的工，恁着伫仁爱大大尊敬因。恁大家着和睦，兄弟啊，阮劝恁着警戒遐个无法度的，安慰遐个睿智的，扶持遐个软弱的，用宽容款待众人，谨慎无得用歹报歹，或是大家相款待，也是款待众人，着常常对入迄个好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任的旨意，唔通拍花圣神，唔通看轻先知的话，凡事着测验好的，着接受，着离开各样的歹。正道，咱要请妇人牧师。今仔这个正道的主题是爱彼此相听，请妇人牧师。多谢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不管咱伫倒落，求上帝特别甲咱做伙伫地，愿上帝恩典帮咱扶持，互咱伫早起时透过伊的话来听见伊要对咱所讲的声音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这个软正的人，阮确实受到最的限制，阮受到最距离的限制，阮受到最人甲人中间的限制。至到阮伫这限制顶头，最时阵，阮会感觉阮是孤单一人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清楚明白，你要甲阮做伙伫地。互阮清楚知影，阮无孤单，阮有你伫阮生命中。求主甲阮做伙伫地，勇壮阮的心怀意念，使快乐，使对慧，伫阮的身躯顶头，帮助阮拍开耳孔，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Tom Smith， 这是一位牧师。伊原本伫美国一间美加church内底担任主任牧师，因为伊的事工真重，开会真多，逐工无闲。后来抵到伊甚至健康也出问题，因为安尼，互伊不得不爱停落来。教会请假来休困一冬。2003年的时阵，伊甲伊的太太去到南非，无想到伊伫南非这个所在开始一个服侍。一开始，因只是甲一群基督徒的同伴做伙读圣经，做伙祈祷，因做伙咧寻求上帝对因的心意。后来，因读圣经，因祈祷，读到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第7节，就是咱看到，咱这节假使咱也会使，嘛会当甲我做伙来读。若是阮有这号宝贝放伫土的器具，是要互极大的关联做上帝的，毋是出伫阮。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这张批顶头咧讲啥物话？伊咧讲，伊咧形容教会这个信仰团体
是土造的器具。上帝咧，上帝是藏伫内面的宝贝，所以因看到这节，然后开始灵修，开始祈祷，然后就开始敲吹。因要敲吹一项物件，会当代表因做伙的记号。后来因吹到一个，互人气煞伫花园，顶头拢落个糜啊，阁有一寡碧云土造的地鼓。这个土造的地鼓，因后来伫因一边的组织礼拜了后，就将这个土造的地鼓就装入一卡大的地啊，出力往土骹来弹去，弹去了后就水糊糊，刷落去，因在做所有人拢带一块土角啊，转去因的兜。每一个人拢爱伫这个土角啊顶头写落家己的祈祷甲日志，然后后一遍因搁做伙组织做礼拜的时阵，伊就每一个人将破碎的迄块摕来，跟那拼图共款。佮重新组成一个土造的地鼓。虽然每一遍组织，迄个每一地拢会重新连做伙，总是不管安怎连，拢有破口，拢有无完美的所在。总是当因将蜡烛放伫这个土造的地鼓内底的时，就光对内底透出来，后来因就成立这个土鹅教会。这间教会每一当因个组织年初时，因个组织拢会重复这个降水土造的地鼓这个仪式。因要安尼做，是为着甲上帝。甲彼此定心立约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我读到这个真正教会的故事的时阵，我真意爱这个教会所在，因为这间教会用因的行动，跟那一出戏剧同款咧提醒咱，咱每一个人两者有限有罪，咱时常互这个世间的黑暗。甲内心的私欲所降碎，甚至互人野心，互人气杀，正做迄块看起来敢若无路用的物件。教会这个信仰团体也是同款，咱是一个破碎无完美的土造的器具，因为安尼，家在有上帝。甲伊的光，互咱完全，所以人无可能完全，教会嘛无可能完全。总是教会若无上帝光对咱内底，咱这个无完全的团体透出去，那安尼咱就无法度显出光，因为安尼咱真正需要上帝光照伫咱内底。伫这个世间哪黑暗的时，咱就哪爱显出光。那安尼，刷来，咱爱问的是，咱爱做什么货，才会当显出上帝光？保罗伫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张批上尾就对咱讲，一个基督徒，一间教会要显出光，唯一的办法。就是爱互相相听，就是爱彼此相听。主耶稣对伊的学生讲：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，假使咱不管有法度，咱嘛会当甲我做伙来读。主讲：，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
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随上后来主耶稣的话，也成做今仔日真侪教会新的界面。咱时常有时阵，也伫信仰个别的时阵，定心咧复习，定心咧个别主耶稣的命令。保罗也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伫这张批顶头，伊也捌为因祈祷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12节，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安尼祈祷讲：也愿主互恁三听，线听正然，益发充满，亲像阮会听恁。相信当时遐专心听主耶稣命令的学生，以及接到保罗批信的这群信徒，因心内底拢有一个问题。那安怎做才会当表示阮彼此相听？所以保罗用今仔日这段话来应答这个问题。大先，伊爱咱做伙来听，伫教会属耶稣基督教会内面的属灵领袖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2节是安尼讲：兄弟啊，阮求恁，既若伫恁中间着活，踮伫主治理恁，警戒恁的。对历史来看，耶稣基督的教会历来的传统，就分做，咱通简单来讲，会当分做3种制度。一种叫做主教制，就亲像天主教；第二种叫做监督制，就是长老制，就亲像咱；第三种叫做会长制，会长就亲像教会。总是不管这个教会主张有啥物款的制度，实际上拢有遐为着教会。为着上帝教会着活、治理、劝警戒的这个属灵领袖，因伫天主教教会内底就称作教宗、枢机主教、神父等等。伫长老教会或是浸信会内底，就因互人称作长老、执事。随上长老教会法规嘛写了真清楚，牧师就是专门教示的长老。会议中，牧师嘛只有一票，这票无较大，拢共款。就是伫教会内底，虽然因主张家己是上平权的教会，总是咱若捌去甲因做伙聚会过，就知。伫每一间会所内底，拢有一两个主要的兄弟咧带领、咧主持，因为安尼，咱爱知，伫耶稣基督的教会内底，要紧的毋是抬头，毋是咱互人称作啥物货，毋是，咱认出因是咱的属灵的领袖，是对因所做工来认出来。保罗用3个词来形容这群人，伊讲伫恁中间着活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人是啥物货？这个人就亲像遐做田的人共款，因流汗，因愿意为着众人、教会众人的好处来流汗、来着活、来设想。第二个名词叫做治理。或是督导，教会的属灵领导者是罗卜的领导，照主耶稣的命令，所以这所有的属灵领导者，因是在下，毋是高高在上，因是行伫头前来当遐对头前端来的称旨，因是亲像父母共款来带领教会头前行。第三个叫做警戒。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解说：
这是一个境界，是一个负面的名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因袂当做世界印好的好人。华语讲烂好人，他们不能当烂好人。因爱责备遐不良的品行甲结果，因爱教会提出警告甲教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3节，保罗说了安写：恁着捌伊，为着因所做工，恁着伫仁爱大大尊敬因，恁大家着和睦，唔免保守教会这个属灵领袖，唔免，总是爱捌因，就是认出因，知因是因为上帝听咧听咱，所以袂当轻视因，爱用敬重的态度，尊重因的决定。这就是听因的方式。算落去，保罗爱因彼此面对对方。伊安尼讲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4节：兄弟啊，阮劝恁着警戒遐个无法度的，安慰遐个弱智的，扶持遐个软弱的，用宽容款待正人。保罗鼓励遐伫教会内底看起来检采即时较坚强的遐个人，对因讲：恁爱去警告什么人？警告遐个伫教会内底要食唔讨趁的人。有可能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寡人，因要食唔讨趁，去警告这个无守规矩的人。伊爱因去勉励遐个，因为伊的朋友就是伊所听的人，个性然后爱上弱智的人。保罗爱这个看起来较坚强的人，会当负起这个陷入淫乱，就是债务危机的人。所以上，我要坦白大家讲，每一间教会，拢有可能有遐个 trouble making， 换一句话来讲，麻烦的人。这个人，咱远看到伊，就想要闪较远的。总是保罗在对咱讲，爱有宽容，爱宽容来款待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，刷落去，保罗安尼讲：谨慎。无得用歹报歹，就是大家相款待，也是款待正人，要常常对入迄个好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咱成做教会的原因。咱既然属基督的一份子，咱是彼此相听，互伊命令咱爱互相相听的团体。所以，伫主耶稣的话内底，咱甚至互伊命令，爱去听遐个对敌，何况是伫咱面前的彼此。所以，咱爱好好来互相款待，追求迄个好。虽上，每一间教会拢有挣扎，原因是咱时常有两种思考。两种价值观，第一项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唔是歹，总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几个本质。头一个本质叫做竞争，第二个本质是用数字加得到偌济来衡量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的成功。第三个就是我无讲、无做，就无唔对。总是第二个价值观是上帝国的价值观。什么叫做上帝国的价值观？上帝国的价值观
是咱重视合一，咱重视服侍，以及自我牺牲。咱更较要紧的，受交代，爱彼此相听。施杰恩这位神学教授安尼讲，伊讲上尾互咱爱伫这两个价值观内底做选择。对圣经的角度来看，真简单，就是咱用家己最中心，还是用别人最中心？伊举一个例，伊讲保罗伫腓立比书人书第2章第4节安尼讲：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保罗写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保罗知影，咱真自然会关心家己的事，所以保罗讲：恁无伫只有顾家己的事哦。伊知影，伊对咱讲，这毋是毋对。总是真做基督徒，特别真做教会，咱受到进入团契的关系内底，毋通抓做团契是指组织，因为就原文来看。团契其实只是指甲主有分，所以当咱将一个组织名叫团契，就亲像咱会叫少年团契、少年团契。咱将一个夫妇团契，咱将一个组织名叫团契，就是指这是一个甲主有分的组织，这是一个甲主有分的团体，只要是被称作团体，就是一群人因愿意用基督互相扶持，无用派报派，尽力为着彼此行好。惠勒德牧师捌伫一个特会顶头，伊捌提起，伊讲基督徒甲教会上要紧的任务，特别是遐个教会领导者。就是为着附近教会成功来祈祷，真侪人讲呀，所以刷落去真侪人问惠勒德牧师讲：啊，你是安那会安尼讲？伊讲，当咱安尼祈祷，就会打破自我中心的观点，安尼咱通进入上帝的心意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。咱爱知，要哪活伫上帝心意内底，其实是一项真困难的代志。2014年出名的野车 Robin Williams， 伊因为忧郁症来自杀过身。伫迄当第66届艾美奖的颁奖典礼顶头，伊一个上好的朋友 Crystal 称伊是喜剧银河内底上光的迄粒星。Robin Williams 伊带予这个世间欢喜快乐，家己却无度赢过忧郁症。这个对咱讲，成功互人的快乐，无代表人有法度得到真正的喜乐。马鞍峰教会牧师华里克，伊的太太叫做 Key Barbara， Warren Key 长期伫忧郁症的内底，伊后来写一本册，这本册会当翻译做中文，通翻译做选择喜乐。因为快乐无够，伊伫这本册顶头安尼写，伊讲我有遮尔多人看起来会当去做一个美好生活的条件，我有一个真好的翁婿，我有一个真赞的家庭，我爱我的教会，我爱阮所做的事工，这拢真的。总是这会法度来解决核心的问题。迄个核心的问题是：我是啥物人？我拢会问讲我是啥物人？
我的内心一直甲上帝相应，以及我伫生活顶头甲上帝、甲人的相应，以及阮对生活的方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无论Robin Williams， 还是 Warren Key， 对世间人来看，因的性命是成功，常时一帆风顺，总是这个无法度互因脱离迄个忧郁症，活伫真正的喜乐内底。保罗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16节到18节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我相信这段经节，大家应该真熟。有三个着爱安怎？着常常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真正的欢喜，毋是对世间的成就来的，是对咱有愿望来的。因为快乐这项代志，毋是咱通控制，也毋是亲像电火的开关，开就是开就有，关就无，迄毋是咱通控制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啥物货？伊讲着常常欢喜。是咱爱倚靠主，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。C.S. 路易斯对咱讲，伊讲我本来掠做祈祷通改变上帝，总是后来我发现祈祷改变的是我。这拄拄咧讲一个祈祷无煞的人，后来发现的真理，上尾。爱凡事感谢，是有时咱拄着歹代志，拄着困境，就亲像最近大家拢郁卒伫厝里，关伫厝里，规工拍开电视，就互这个政治人物甲民罪安尼操烦。对有风声无的时阵，咱毋望伊来，来了咱阁惊。这个状况，亲像互咱真歹感谢，总是回头来想看卖啊，咱阁会当喘气，咱阁会当活伫民主自由的台湾，无就应该感谢嘛。我真爱丹佐华盛顿这位金奖影帝，伊伫2015年伫迪拉德大学大学的毕业典礼顶头的演讲。丹佐华盛顿，伊是牧师囝，伊的爸爸是牧师。伊上尾一段安尼讲，伊讲：你伫世间上会当做上自私的代志，就是帮助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帮助别人会当互你得到的满足甲美好，无啥物会比这较好的。阁有你所得到的欢喜。上尾后，我要求恁，今仔日暗时就将你的签摊等伫刻伫你的面床上下面，因为安尼，当你过工早起时醒来时，你会当跪落来，压伫涂骹内底，才会当摕到你的签摊。当你跪地的时，请你感谢你所得到的恩典，请你感谢你所得到人的怜悯，请你感谢你所得到人对你的理解，请你感谢你所得到的智慧，请你感谢你的父母，感谢你所得到的疼，感谢你所得到所有的好，感谢上帝要所赏赐予你的谦虚。感谢你所得到的平安，感谢上帝伫刷来即天要赐予你的繁荣成功。大声感谢你已经属伫你的一切，以及刷来要发生的，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。
这就是我是安怎会真做今仔日我的原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、19、20。保罗上尾安尼交代吩咐，唔通拍失圣神，唔通看轻神旨的话，凡事着测验，好个着接受，着离开这各样的歹。保罗上尾这段话提醒咱有两个唔通，头一个唔通是引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的话。先知以赛亚伫伊个册内底，咧对咱讲，圣神会烦恼，亲像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圣神会让咱来启示上帝，开启上帝的心意，互咱去听见上帝到底爱咱怎样行。所以唔通拍失圣神的感动。第二个唔通叫做唔通看轻先知的话。对希伯来先知的传统来看，先知的讲论唔是预言，嘛唔是未卜先知，所以华语的翻译无真好，因为会互人误解。先知是啥物人？先知是奉上帝的灵来讲上帝话语的人，只是安尼尔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咧对咱讲，请唔通看轻这个先知所讲的话，是提醒咱爱专心去听，什么是上帝的话，安尼而已。因为安尼，咱爱凡事测验、敏感。什么是好？好的，咱爱接受；歹的呢，请离开远远，请离开伊远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相信，这就是教会甲基督徒爱行伫上帝心意的迄条路。咱已经受命令，咱爱彼此相听，愿咱活伫这条路内底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人民愿，你知阮破碎、有限有罪，阮拢是土做的器躯，因为安尼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对你来得到快乐，互阮当阮自责的时，会当伫阮内面透出光来。透出你的光，互这个黑暗的世代真正有你的光通照，帮助阮用互相相听、彼此相听来显出你的光，帮助阮，互阮活伫这个世代真正活伫上帝心意迄条路内底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73首。
即时来报告。请咱先今仔来念今仔日的经句。总是因背逆，互因的圣神忧闷，因就转转做因的对敌，本身来攻击因。以赛亚书63章10节，请咱做伙来念。总是因背逆，互伊的圣神忧闷，因就反转做因的对敌。本身来攻击因，以赛亚书60章10节。请咱来看，我来报告，就是咱的服侍部分，请咱各位同工家己来看。奉献的部分，由愿请咱的兄弟来核对这个名册，然后毋对，才咱的中职来更正。小组的聚会，由愿请兄弟来看，拢伫线上的读经甲祈祷。消息的报告，本主日主日学线上会议要伫中昼12点半来召开，请主日学的同工各级班主任来参加。第二，请参加这个线上礼拜，咱这兄弟务必爱伫这个线上来签到，爱一同来修这个礼拜。第三，请咱的家长来陪伴小朋友伫主日学的线上教学的礼拜。第四，邀请会友若要准备要奉献的预备奉献吼，请装伫这个信封袋内面，来注明咱的名、咱的时间、金额，甲咱奉献的内容。咱若有出外出的时阵，就徛在咱教会的6楼办公室，奉献箱才来奉献就好。主日7月7日小会线上会议，伫礼拜了结束，11点半召开。第2点，7月份的中执会，咱该以线上的书面报告，请各部将6月份的报告来提交予办公室来整理。小会消息。因为疫情的升温，所以咱的教会依然遵守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所发布的命令。疫情的这个时间提升第3级，暂时到7月12号，所以这中间咱的教会暂停实体的礼拜。请咱的兄弟透过这个线上来进行礼拜。教会消息，就是2021年，就是咱全教会的圣经的速读，咱一年内底读一本圣经吼，为2021的4月到2022年的3月底，目前读圣经的进度是到伫历代志上14章，咱有愿请咱兄弟来注意，一天就是爱来读4章吼，准备一个笔记本，读完就来写一个你爱的经节。伫1年了后呢，教会会来赠送就这一份的小礼物予大家。咱的代祷事项，就是有愿为着这咱的桃园市的这高龄长者咧拍疫苗的时阵，会使落实。保护这长者的平安甲健康，咱为这来代祷，愿上帝的平安甲因三甲伫咧。第二，咱为着咱教会病痛、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请咱看咱的周报，咱各个小组的具体代祷的内容，请咱为遐来为因代祷。第三。
请咱为着这个妇人牧师甲正义传道，因咧准备这个线上的礼拜的讲道直播的服侍来代祷。第四，请为着咱堂教会牧者团队中职服侍同工的团队来代祷。当面对这个疫情环境的改变，所以咱伫逐项的事工的推动。咱要有机制，要有能力甲信心，咱共同来创新这个福音宣教的策略，引带人来归因于主。所以，请咱的兄弟也为这个来代祷。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。头一项应该是伫差不多6月份开始，不过后礼拜开始，我就会事实上会较积极，大概。逐工会敲电话去到咱的家户内底，总是有当时会敲无通吼。所以敲电话过是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，上时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。所以一工我会针对一户来祈祷。总是有当时会敲袂通，甚至有当时杂事坐下来。就拢分散去，所以敲一遍袂通了，就可能无搁敲，有当时会安尼。所以我嘛要邀请咱主动来会使，我要欢迎你敲电话来教会，咱会当做伙来祈祷。你有需要，我相信咱会当透过咱互相的关心甲连接，伫现在检测无法度透过真侪方式，总是欢迎大家敲电话来教会，甲我做伙祈祷。愿上帝帮助，互咱伫疫情困难的中间，有上帝为上帝圣神保护咱，互咱做伙伫地。第2项，我要邀请，当咱这个时阵开始，台湾有搁较侪疫苗入来了后，咱搁较侪人会当拍着预防针。第我要鼓励咱大家去拍预防针。总是伫拍预防针进前，请咱注意咱当时迄时阵的身体状况。哪怕搁较侪人预防针，搁较侪人先做过了，咱就会当哪早来恢复实体的礼拜。事实上，我相信咱会互即种隔离的状况来感觉，咱会对即种目前隔离的状况感觉兴奋，甚至着惊。我要求上帝特别甲咱做伙伫地，咱爱感谢啥物货？伫咱每一遍。以前看起来敢若真简单的组织，其实伫今仔日来看，拢真无简单。过去咱会当烫这个喙暗，互相相见，会当甚至做伙食饭用餐。今仔日的世代疫情了后，检测咱嘛有可能会禁一段时间无做伙用餐的这个过程。因为安尼，咱爱感谢。咱有做伙用餐，并且珍惜迄个时间。咱来感谢，咱阁有法度喘气的时间。因为安尼透过感谢，透过组织，咱毋忘阁相见的迄一天。愿上帝祝福恁在，甲咱做伙伫地，赐平安，互咱每一个人。上言。咱来吟圣诗第389首，学到上帝至权至尊。吟诗煞，咱请妇人牧师来甲咱祝祷。相信，阿门。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。
赐平安，赐快乐，赏赐圣神甲阮做伙伫地。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电乐，灭岛。平安日，咱犹原来咱的厝的人来讲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平安，谢谢。多谢多谢。